来看中华宝岛树运公园，伫咧2000年呢，由国防部提供3粒对1个胜利女神飞弹，放伫咧公园和民众观赏。不过，这个所在拍算要起球场，电工所向国防部申请刷位，今仔日也开始拆，把这放20多年的飞弹刷走，真侪民众也拢讲，感觉真可惜。工程人员当日时间要甲12公尺长、将近5000公斤的飞弹刷走。2000年的时阵，由国防部提供，伫中华宝岛树运公园采3粒胜利女神飞弹，互民众观赏。即阵要刷走，当地人嘛感觉可惜。胜利女神有一个迄个雄壮威武的，伫咱宝岛遮算讲有一个景点啦。即阵要拆掉，敢有淡薄仔唔甘？有啊，遮咱减一个景点去啊。比较特殊啦，所以讲遮北岛遮真少有这个物件。是。啊，买菜来啊，罔看，等下罔坐一下。美国研发的胜利女神飞弹，1959年加入国军服役，一直到1997年退役，守护台海安全将近40吨。宝岛电工所表示，因为树运公园要改建，打算起球场，提供民众运动空间，才必须把这3粒飞弹刷走。飞弹吼，伫2000年的进驻私人公园，这也非常的一个真大的攻击哦因为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之下，咱这个公园有1.9公顷，会当发挥更较好的功能，变成休闲的一个真好的所在。宝岛电工所表示，飞弹拆除清刷工程预计需要2天的时间，也已经甲国防部协调好势。未来这3粒飞弹会刷去台中太平的避难野区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